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20章，上主圣殿的总管因要的囝祭司巴西互尼听到先知耶利米讲的话，就拍门，佮用柴弓甲伊扣伫圣殿北边的便雅悯门。第二日，巴西互尼才将先知耶利米放开。耶利米对伊讲：上主无要阁叫你做巴西互尼，要甲你叫做马哥尼米撒别。上主讲：我要互你甲你的朋友拢着惊，你要亲目看到因互对敌杀死。我要将犹太人交互巴比伦王的手，伊要甲因掠去巴比伦，也是用刀甲因杀死。我嘛要将即个城所有的财物，就是恁劳苦得到的甲宝贵的物件，以及犹大列王的宝贝，拢交互对敌。因要将所有的一切拢抢去，带去巴比伦。巴西互尼，你甲你家内所有的人，拢会受掠去巴比伦。你甲所有听你讲假预言的朋友，嘛会死伫遐，待伫遐。上主啊，你骗我，我互你骗去。你比我较强，赢过我。我逐日诚侪人讥笑的对象，因拢戏弄我。我逐遍讲话拢真大声，我话讲有强暴甲毁灭。上主的话害我逐日互人雷骂讥笑。我若讲我无要阁提起上主，无要阁奉伊的名讲话，我的内面就亲像有火跌倒，钻入我的骨头，我挡袂牢，无法度无讲。我阁听见真侪人细声讲，迄个讲逐所在话有惊吓的人来啦，咱来告伊，来甲伊控告。我的朋友等要看我犯错，因讲等伊互人变去，咱就会当掠着机会甲伊报复。总是上主甲我同在，伊亲像强猛可怕的勇士。遐个压迫我的人，拢会跋倒失败，会见笑流气。人永远袂记得因的见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你监察人的心思念头，照公义审判。我将我的案件交互你，求你互我看到你主持公道。着向上主唱歌，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伊解救受压迫的人，脱离邪恶的人的手。愿我出世迄日受咒诅，愿我的老母生我迄日无受祝福。愿迄个甲我的老爸报消息的人受咒诅。伊讲，你得到一个查甫婴。互我的老爸听了真欢喜。愿迄个人亲像互上主毁灭，无得到怜悯的城。愿伊早起时听到哀哭的声，中昼时听到战争警报的声。因为伊无伫我出世以前甲我杀死，无互我的老母的腹肚成做我的坟墓。我是安怎着出世？我的经历拢是劳苦甲忧伤，我着伫受侮辱的中间结束我的人生事无。